镜头所等的台湾有遮尔啊咸的代志。台南市议员林彦竹来亚康，讲台南市的环境所使用的毒品快筛试剂有超过半数拢过期，甚至有试剂已经过期6年啊。敢讲这袂影响到检测的准确性咧。另外讲，台南今年的1月到5月处理食毒赛车案件，有其中63件超过期限无来举发，大多数的原因拢是送药检的时间去拖掉。警方是来回应讲，已经清查过期的试剂，而且回收处理掉了。若打来，卖加强控管着执法的日期。特勤人员出动机具，甲门撬开，冲撞到人道超毒品。真侪警察伫咧大路临检，看敢有人食毒赛车。全台湾食毒赛车、啉酒赛车案件伫套团，台南市警察要加强来抓。不过台南市议员林彦竹要了，警察验毒含验尿的快筛试剂过期，16592支毒品快筛试剂过期有7601支，甚至有过期6年的。20192019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好嘛？过期6年了。好。我也觉得很扯。统计台南市即马有16592支毒品快筛试剂，都有超过1半量是过期的。夸张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精准度有误差的话，可能造成执法上面的不公平。我觉得太扯了啦！如果万一造成因为这个精准度的原因造成憾事发生的话对人民的安全影响非常的大。今年1月到5月为止，统计台南市掠食毒赛车案件拢总326件，所有63件超过时间无检举，大多数原因是因为送料检验拖时间，这无法度伫咧规定的2个月来检举。问题是验料出来呀，这红单爱自然啊，爱甲伊采罚，要甲我开单嘛，伊唔才会当搁再开车伫外口拍照，拍照呢，总要害我搁再去弄掉。本局已全面清查过期毒品初筛试剂，并完成回收办理销毁中。警察讲，全面清查过期的毒品试剂，唔但会消掉，卖加强管控，含开单。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